用文学的心行台湾的路。欢迎升大台湾文学系创系的学生。准年2000年，咱福摩萨数千年来第一间台湾文学研究所伫升大创立。今年，台湾文学系大学部博士班顺势起家，成做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。伫这个历史的的时间点，恁真有福气，考入来咱下年做咱大学部硕士班甲博士班的学生啊！我代表所有的教授，甲已经浸满2年的硕士班旧生，展开南台湾的双手，用这首得的诗，欢迎恁做伙参与台湾文艺复兴的新潮流。7月大雨噼噼叫，欠水的台湾免阁哭哭潮。台南府城，你我做伙来烧招，用世界的雨压脚底的土，互欠水的台湾文学混出鲜灵灵的大草埔。一丛一丛的树，是咱一片一片种进土地的意爱甲苦楚；一蕊一蕊的花，是咱一泡一泡福摩萨文艺复兴的蓝图。因为咱要用文学的心行台湾的路。